諸天述說神的榮耀，穹蒼傳揚他手的作為。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，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。無言無語，也無聲音可聽。他們的聲浪傳遍天下，他們的言語傳到地極。神在其中為太陽安設帳幕，太陽如同新郎步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歡然奔路。他從天這邊出來，繞到天那邊，沒有一物可隱藏，得不到他的熱氣。自從造天地以來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雖然眼不能見，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見，叫人無可推諉。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，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。